领着阿罗耶和华，伫正直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耶和华的所做真大，我若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考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永直直。这点阿罗就是圣诗，圣诗第301首，万人阿罗耶稣尊名。圣诗第301首，万人阿罗耶稣尊名。天使归雷叩拜，天使归雷叩拜，奉献免流，一嘴出声来阿罗伊。阿罗万主为主，圣诗是301首，起你个人专心。这是咱犹原家的用使徒圣经来个别来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伫温州病倒人来受苦，并是第死埋葬为母，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到这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袂对遐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方，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多谢。请咱重新来启应文第40篇，伫咱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的部分1071面。请咱重新来启应。
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关的所在。夜灯泡随来，看世界。伫伊的周围有设立冰天使，徛伫树后，因必属我灵。所以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夜灯充满全地。门厅因为无用声震动，这个有被满。你是我讲。我在，我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让嘴唇无清气的主人。万军的统帅上主，若有天使陪我来我。将看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咱坐下来，我讲，我请找我。咱来祈祷。我有慈悲、怜悯、佮公义的全能存在，阮的天父上帝。伫你所定着的主日的早起，我才会受你警调的儿女，佮再组织伫你的殿堂里，用心灵佮诚实做声唱出我来称颂你的至圣、至尊、至圣圣尊名，也要用虔诚的心思意念。来领受圣神对天降临，所要赏赐互阮的平安甲福气。至圣的天父，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久的眷顾，互阮伫俗世生活中虽然有拄着不如意的事，却是伫你的带领下面，拢会当平安经过。这是阮要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监察阮6日来的所行所做。若是无合你旨意的，求你赦免阮、怜悯阮，也恳求主耶稣基督保惠来遮早保护，可怜使阮有清气的心神，伫你的面前全心全意来敬拜你、学罗你。至尊的上主，伫旧日过年要来临的时，求你保守台湾国境平安，武汉肺炎的疫情。会当紧紧得到控制，佮加添阮国家防疫团队的气力，使因有勇健的身体，佮丰富的医学技术，来避免所有百姓一再受到武汉肺炎病毒的威胁，并且会当早日清除这个可怕瘟疫的扩展。至圣的主宰，伫这个气候多变的下冬天。求你保守阮身体衰弱甲年长的兄弟，互因有勇健的身体、精英的元气，也有因为世事变幻，煞袂当来参加礼拜的。求你上款赐落平安甲福气伫因的心情。今仔日是传播基金会奉献主日，阮真有福气，要对你忠实的罗卜。但牧师所播用的真理中间，来领受你的恩典甲祝福，求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讲的、听的，拢频频受到你的带领甲祝福。即时我要用以假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福临到，你的旨意必成。一地亲像伫天里，阮随时平安的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甲阮离弃，要叫阮快乐的海，因为国、万民、灵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上帝会有咱本场圣歌第二来学乐。今早起圣歌第所要学乐诗歌叫做《学乐八事快乐吟诗》。即点，请咱来受上帝话。上帝话，今早起咱要领受有两两位的圣经赞吼，咱请咱首先咱来看《使徒行传》第8章，就是伫咱的新约圣经143面。《使徒行传》第8章咱要为第1节，搁第4节、第8节、第6节。迄就请听我来读。迄时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群众，使徒以外，拢四散去犹太因的道理，腓利落去撒玛利亚的城，因基督传福音，众人听见，佮看见所行的神力，就动心意用腓利的话，因为侪人有犯着邪神，遐个邪神大声嚎叫出去。万岁的、歹骹的，也侪得到医好，迄个城内大欢喜。佮煞着咱来看26节、40节。主的天使对腓利讲：起来，对南市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的路，就起来去。拄当有一个埃提阿伯人。就是埃提阿伯女王甘代基有关的太监，总管伊的文库，
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倒转来坐伫车里，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利讲，进前去，分换迄张车，腓利走去就问伊，听见伊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讲：你所读的，你话明白吗？伊讲：无人指示我太倒话，就请腓利上车，三角坐。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伊互人牵，亲像羊到收台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羊仔对剪毛下无出声。伊卑微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是罪要传述，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夺去。太监应回讲，请问先知讲这个话是指什么人？是指本身，还是别人？腓利就开喙对这个圣经去，用耶稣传互伊行路的时，到有水的位。太监讲：你看，遮有水，我受洗礼有啥物阻碍？就反复停车。腓利甲太监两人落水，腓利就甲伊行洗礼。对水面上来时，主的神带腓利去。太监无阁看见伊，因为做伊上路也真欢喜。后来腓利伫阿索多互人拄着，就骗行这个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咱搁续着过来看约拿书旧约约拿书伫咱旧约圣经1021面。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代的囝约拿讲：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面前。若是约拿起来，爱走去他施闪避耶和华，落去约帕，拄着一只船要去他施。伊就互伊船势搭迄只船，要甲因去他施闪避耶和华。总是耶和华互海起大风，海中风涌真透，直到船要破。伫咱读书宣扬信息以前咱有请咱的即个学园团契有2位青年要伫遮来做见证的分享。今天请林佳龙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我是佳荣，然后我现在来分享我的得救见证跟传福音见证。当初接触基督时是高1那年，在路上有人遇到在外头传福音，但当时并没有很相信。然而传福音给我的姐姐，她还是不断的邀请我来。我要相信他吗？那我是基督徒吗？是有一种强行被律教的感觉，虽然内心并没有真正敞开接受主。之后我便开始偶尔去教会，有时候还是会选择逃避。我的服侍者姐姐依然很有耐心的拨打电话给我。我是否不该再去逃避？到了因准备学测的缘故，我的聚会次数根本是零，也把教会的一切都抛在脑后。而这里又为换了新的故事，他还是有邀请我出来读一些小册子，考完后去教会的次数也升上大学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是不会再接触耶稣的，但恳切来班上宣传时，发下来一个问卷，其中有个问题问到：“你是基督徒吗？”我内心很挣扎也很疑惑，这样的我还是基督徒吗？一直到勾选试的那一刻，直到有一天因缘际会下，我接起了来自团契学姐的邀请，参加了团契的迎新，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自己是不接陌生电话。但那时候却没有错过那通电话。果然，上帝要让人成为他的恩宠，是谁也挡不住的。也很感谢主，从未放弃过我。其实我一直远离他。
参与第一次迎新的我，不知道为何，内心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心里便有想待下去的念头，而不是以往的逃避，而且很坚定。也是在这时，我决定信任。来到团契的时候，便开始参与社课。起初的我也不太敢与人对话及相处，之后学姐开始邀请我参与团契的活动，也和我一起造就。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一直在我身边，我的生命也开始一点一点被改变。以前的我根本就不可能参与这些活动，而且渐渐的敢开口和别人对话。我只想说，谢谢这位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因为我来到这边，重新接受你，是你的爱改变了我。在团契里面，我也学会向人传福音。传福音对我来说，一直是很陌生，而且不太敢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要向陌生人开口，另一方面我觉得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大一上的时候，我在社课参与了第一次传福音，那时候的我很紧张，即使身边的伙伴都示范给我看了，但我光是连上前搭话的勇气都过去，我也没有参加任何传福音的活动。再次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传福音之前，我们这许多伙伴认为有一颗从神而来安稳的心。那时候我们向一个阿姨传福音，虽然那个阿姨并没有全是祷告，但在这过程中，我的伙伴向阿姨分享了她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也被感动了。她的见证让我想到，以前我不愿意传福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想，传福音真的有用吗？真的有人会愿意听吗？如果连我自己都在怀疑，我正在传着福音，那我是要如何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别人呢？然而，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只是将自律分享给对方，也听了阿姨对信仰的看法。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种在他的心中。接下来轮到我自己向陌生人传视频，虽然没有讲完，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虽然我们可能会担心各种原因，像是担心自己讲不好，或是讲错话，但让人相信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唯有就是在那传讲基督。现在的我仍然会害怕跟陌生人开口，但我还是愿意去传福音，因为可以看到许多人的生命开始改变，也包括我。我虽然算是个书信人，可能没有什么很感动的故事，但在这一年里，我成长了许多。像是过去的我说话很小声，甚至不敢开口跟其他人说话，但现在的我讲话变得大声许多，也有勇气在这台上跟别人分享。我相信他就在我心里慢慢动工，让我更确信我要传福音，我要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好，讲咱过几位青年吴兴吉这个电子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讲华语，恁听有无？有哦，那我就说中文哦。你们好，我叫吴兴吉，然后我是淡江大学5年级的学生。没错，吴兴吉。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生命成长的见证。我是一个容易骄傲的人，我自认为先天才思敏捷，然后办事又有效率。所以在同台当中会显得鹤立鸡群。然而过多的杰出伴随而来的就是与人相处上会有高低位分之差，也就是优越感。只要能力比我差的，我就会捉弄他；相对能力比我好的，我可能会用任何方式来摧毁他、拆毁他，以致到后来大家都不会想跟我相处。然而我真实经历上帝的时候是在一次的营会戏剧当中。我的生命被神大大的修剪，我的骄傲被神对付。那时我看见耶稣扛着十架，承载着莫须有的罪名，无怨无悔的忍受那极羞辱的酷刑，以致要完成他的使命，为我们的罪而死时，我当下的眼泪不知道为何就忍不住，然后流出泪水来。那个真是我觉得很等大的那个泪水，很多泪水。我就一直思想，为什么神要对我这么好？后来也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我明白耶稣为我做的事情，我选择透过祷告来接受他。
然而我的生命过程并不是说接受耶稣之后立马变好，变得像圣人一样，全然圣洁啊什么的，没有这种东西。信主后的自己，我也是还会有偷偷做坏事的时候。好比我高中的时候，我会瞒着父母翘课，然后伪造老师的签名请假，也甚至欺骗他人自己不是基督徒。但能有现在的我，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而是需要时间磨练以及真实的经历神。自己也试着开始去学习接纳能力比我弱的人，欣赏能力比我好的人。我为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而是愿意在乎身旁的人事物？也因着这样，我的人际关系也渐渐的有所成长，开始有了起色。在我信主之前，我真的认为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孩子。虽然我小时候是在教会长大，对，但我还是做了很多坏事。为什么会这么说？自己这么坏呢？我光是在自己的学校里，我就曾犯下，就是在跳蚤市场里做偷窃的行为，也或是透过一些话术来欺骗同学，然后花光他人的零用钱，也甚至动手伤害一位就是头脑有问题的同学，长达2至3周。这些都是我有印象的坏事。而各位分享，像我这样碎念深重的一而再再而三，我真的觉得让我信仰的这位耶稣蒙羞，我真的觉得不配。但我虽不好，但神的爱，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以及他赦罪的应许，让我真的有如重新活过一样。我再次体会神是如此爱我，是经历到神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重新活过的我，心更加坚强，更明白神的爱超越一切有形的事物。如果你也感受不到世界的美好，或者想挥别过去的不堪，想经历不一样的生命，不妨来认识他看看。耶稣他乐意成为你的朋友，他乐意帮助你生命重新活过，就像他帮助我一样。以上就是我见证的，谢谢大家。这青年勇敢咱建主用。那么咱刷奖后边咱牧师们来咱听这出来应用所以请咱来准备来，会当讲甲牧师报名讲我要先出来应用，也是真欢迎刷奖咱要请咱牧师来分享信息。今早起咱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叫做第一位宣教师，咱从下面的时间到老师。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有机会甲咱三甲来敬拜上帝。嘛真欢喜，水泉长老是，应该超过30年前了，捌一个长老啦真少年，你当阵就做长老，30几年前就做长老咱就知影讲偌少年的时就做长老非常热心的一个长老今仔去甲咱三甲分享一个回力回力啦即摆新的翻译咱家翻译做回力，较早期的翻译有关华语、台语特别咱台语同款家翻译做回力啦这是咱可能为着要分别啦我咧讲回力安尼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啦，先回力咱若看耶稣啦，这个迄个名单不管是马太、马路加的时，咱就会读到耶稣有一个学生叫做腓力咱读到使徒行传的时，过去的台语的翻译嘛是叫做腓力咱即马是讲爱要甲伊区别，就甲伊翻译做腓力啦其实中文为着要甲这两个人的名分别出来所以中文嘛是甲伊翻译做腓力啦其实这以色列人的窗口，还是讲咱伫英语的世界，拢共款人啦共款音啦。英语是 Philip
较早期的时候，足侪人名叫做菲律，这是咱通知影讲，即个菲律，甲耶稣的学生迄个菲律无相像，毋过我要甲伊讲，即个菲律就是一个头一个宣教师，那耶稣学生正做宣教师，咱会感觉足自然的代志，因为耶稣呼召伊学生，就是为着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开。即个菲律咧，菲律甲咱同款，拢对并信徒出来，真普通的信徒。什么时呼召即个菲律出来？是讲早期因为信主的人足济，所以伫管理食食的中间，伊会讲希腊语的毋是讲希伯来语的毋是讲犹太人的腔口的讲因伫食食的中间，所去互混淆所以使徒就感觉讲安尼毋好，那阮应该专心伫这个事工，即个十无够因选出选人，所以就是有选7个人，菲律就是其中的一个管理食食的互咱伫来小可知影分别即个菲律是甲菲律咱即摆叫做菲律，原来叫菲律，其实菲律咱知影马其到19几年的时就咱变到7个国家啦7个国家这个国家其中的一个马其顿拄回到无偌久就甲咱断交啦这个国家到今也无受欧盟欧洲联盟的国家承认，因为希腊的缘故，希腊这个国家内面有一个省叫做马其顿省，伊会感觉讲，马其顿国比我马其顿省搁较细原来嘛是马其顿省的啦讲迄个比我较细，人口嘛可能嘛也比较少马其顿差不多200万的人口呢，比咱台北市人口还搁较少不过这个国家是伫伊的迄个首都的中间规有2个大的广场，其中一个广场就是菲律另外一个广场，可能我讲着咱就较知亚历山大大帝的广场，讲非常宽迄个足大仙的迄个雕像，一个就是菲律，菲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爸啦。咱的圣经内面嘛有一个菲律宾城，菲律宾是讲保罗欧洲所宣教的头一个城叫做菲律宾，是安怎叫做菲律宾？因为放大伊的这个马其顿王国了后的时，变做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管到落我，讲到今仔日的所有的中东、北非，到整个的欧洲的一半，对中亚落来，拢是希腊大帝国伊等于到希腊的马其顿，今仔日的马其顿省的其中的一个所在，个港口的所在，菲律宾的所在。迄个城原来毋是叫菲律宾，当时拍即个城落来时，伊用伊的老爸菲律宾，甲号即个城的名。然后咱小可知影，其实菲律宾即个是真普遍菲律，是讲咱甲伊翻译做菲律，互咱小可知影，即个甲耶稣学生的关系。所以一个宣教师，我甲伊讲做管理食食的代志，那咱讲吃力不讨好啦，互相
有当时会安尼讲啊，你煮了无好食，啥物安尼吼？记得阮伫文山教会牧师十几年吼，啊，逐礼拜当时逐礼拜拢有迄个爱餐，我拢安尼甲因讲，爱餐较简单嘞，你做爱餐的人爱礼拜，礼拜比。人讲因为爱煮饭，所以我着即礼拜无礼，我讲迄毋对，所以阮继续9点礼拜，所有大细人拢来，你信息，然后伊甲拄日学甲老师提起，9点礼拜煞有。像少年团体，青年团体，拜六少年团体就安排伫礼拜日，有迄个初信的读经班，有新年主日学，大家拢留伫到做阵食饭，我讲分即个团体，是无相像的班的时，你才去做简单的，因为要互你煮，所以就固定偌济钱买，安怎即礼拜买煞，食了煞我拢会甲，若是即个讲，拢袂使嫌的哈，你若要食好，你转去恁兜食，若无就下暗才食，是你若要食好，讲我要出来外面食较好，伫遮食你拢袂使嫌。毋过有个人煮讲即礼拜我煮袂歹势呢，敢无偌好食，是摕500块去买。后礼拜讲，我上礼拜煮遐好我即礼拜我要安怎？愈来愈有压力，变做真困扰的代志。到尾想办法，我讲，奖金负责买，一个奖金负责1个月，你买菜煮饭。煮的人煮，煮到尾嘛是足一代志安尼所以听讲我退休了后无偌久就无啦，搁拄好遇到疫情所以就规个停起来。咱规做即款的工作，毋过伊嘛继续伫忠进，伫伊的认捌上帝的真理来忠进，所以咱看后面伊。会当伫遐用地话，互人听了，佫会当伫遐来欢喜领受的。咱不管做啥物，耶稣咧讲马时咧称赞玛利亚，有个人嘛咧讲，无公平，马大也无用的中间，耶稣煞去称赞，耶稣亲无比迄个玛利亚，其实两项拢足重要。毋过耶稣咧强调啥物？认捌上帝，迄个佫较要紧，比主食佫较要紧。我印象真深，因为我会了解有捌即个马其顿，就是我甲阮小弟参加20几天的即个东欧的即个国家，因为我想讲，即个拢有捌去的，佫较无了解，所以要去甲了解看卖。咱知影东欧真侪是东正教，后一摆同齐旅游的，迄个导游，咧介绍咧做啥这啥物，带队的导游就讲，这安怎？我发现讲，你翻译了敢若无啥对。我甲伊讲毋是啦，咱做导游是咧讲啥物啊？即个团员就讲，阮即个导游就讲，你内行的，你牧师你。规矩你来翻啦，安尼所以我会翻译。即摆一寡即个团员就讲，安尼阮你要知影天主教是啥物基督教是啥物希腊正教是啥物安尼找牧师，所以就足侪人就讲，我要指定食饭要甲牧师坐共桌，牧师你带阮祈祷。我讲哇，真好咧即摆食饭的中间就一直讲，有诶就听我讲，你拢无食，
因老爱看去食饭小停一下，毋过我还感觉新婚的机会，难得有遮尔好的机会，即阵的人欢喜伫遐来听我讲上帝话，哦，所以我讲啊，有食无食，迄无遐重要。真正我会感觉讲，食饭无遐重要，上帝话传出更较重要，哦。所以，规日伊不管你想创啥物，毋过伊就向即个目标来伫努力。哦，伫服侍中间，伫讲话行带中间，伫学习的中间，真对上帝所下用的器具。对细汉的内面，伊伫遐来服侍，伫遐来尽忠，啊。我捌读过迄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咱知影足出名的剧作家，17世纪英国我会记哩读过迄个李文斯顿的即个传记的时，伊讲有人捌甲伊问讲你安尼咧探险的中间对即边到遐行到足远那有一日有一日讲需要逐项物件拢放杀掉的时你要留啥物安尼伊讲留圣经甲莎士比亚的著作你可见就知影讲莎士比亚的著作有偌重要甚至有个人讲你若要讲世界名言的时毋知影啥人讲的你甲讲莎士比亚讲的，讲安尼就会着一半当然这是较夸张的讲法可见这个莎士比亚的应用咱是讲伊的戏剧非常的出名足侪戏剧、足侪电影拢依照伊的剧本伫遐来拍出来的甚至伫英国的伦敦咱知影迄个英国伦敦泰晤士河边有一个伦敦眼，叫做圣保圣保罗大教堂的对面的有一个泰晤士河边有一个伦敦眼，叫做圣圣保罗大教堂的对面的有一个剧场，无足大，一年365天咧演出莎士比亚的剧作这咱就知影讲即个人的重要。毋过伊头一份的工作，对伊的故乡，离开伊的故乡到伦敦，头一项的工作做啥物你知无？人客要来看戏剧的时，来到戏院的门口，伊负责讲无你要工作来，你负责甲即个要来入去戏剧的戏院的内面看戏的人。你家己买车辆也好，迄个人顺序稳稳通落来看戏，伊的工作就真，有偌简单，有偌美细。后来有人就安尼甲伊问讲，遮尔简单，遮尔无重要的物件，你也做袂落？咱这种真侪少年人做袂落呢。人伊讲。我做袂落，因为啥物？因为这甲戏剧有关系，甲戏剧有关系。伊足爱正对戏剧的作家，毋过伊头一份的工作是这，然后有一日，有一个小小的角色，迄个演员忽然间无来，毋知啥物原因煞无来，欠一个角色，你顾要请迄个演员开始咧演伊演员无叫伊来临时插一下安尼讲无几句话安尼尔敢若袂输咱的路人甲咧安尼伊就做迄个，愈演愈敢若袂歹咧，演了袂歹，愈来就愈重要的角色，愈重要的角色，毋过伊的目标是剧作写剧本的。所以写足侪出名的剧本，就是对安尼来的。基督徒咱嘛并信徒，咱嘛亲像腓力嘛并信徒，伊毋是耶稣迄个群体耶稣的遐心，毋过伊渐渐伫遐来学习，正对会当将福音传开外的人。咱信徒咱嘛是安尼，我做牧师。真侪人会安尼讲，牧师反正拢袂晓，对我拢袂晓。
你袂晓，你会晓来摒扫，会晓来主教，会晓来服务，哦。我顶一场咧讲道的中间吼，咱一个姊妹就看我讲，哎呀，常常咧拄即个口罩，伊就安尼刷就赶紧，一个牧师大概你，迄个喙炎啊安尼较灵的款，我摕一个新的互你，咱即个姊妹就足注意哦，有咧关心。啊，其实这足简单的讲书。我就愿要甲咱鼓励，若甲福音有关系，咱就去做，好无？小项的代志，无重要的代志，吃力不讨好的代志，咱嘛欢喜来做。因为伊若甲福音有关系，咱就来做。亲像莎士比亚，不管偌卑贱的工作，偌简单的工作，因为伊甲戏剧有关系，我就欢喜来做。咱若为着甲福音有关系，咱就欢喜来做。有一个真出名的迄个宣教师，喺伫印度，当印度咧呼叫宣教师的时，伊应征即个面试的即个委员，了解讲你要献身，就调工来问讲，不过阮名额已经到额呢，已经无宣教师的名额。你有意思要做无阮名额无够。若你若宣教师，伫迄最工的时，你敢请诚做伊的引导管理的人，甲伊照顾逐项，包括切皮、扫涂骹、煮饭啥物换皮包啥物这即款的工作，互宣教师通好专心去做伊的宣教工作。即款的工作。阮有欠，你敢要去？讲我袂，因为即项不管做啥物，我即项代志甲宣教有关系，甲传福音有关系，我就欢喜去。所以即个人受录取，后来伫印度诚对足好真出名的一个宣教师，是咱的事工的内面，甲福音有关系，咱拢三甲欢喜甘心来做，亲像菲利一般样，亲像莎士比亚一般样，亲像我所讲即个宣教师一般样。然后咱看菲利嘛是安尼，伊是不管什么人，迄个对象什么人，伊拢无咧管的。讲耶稣领拄着大迫害的时，一人四散去，菲利到底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咱知影第16个圣经咱就会读到。讲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是安那无往来？因为犹太人讲撒玛利亚人因无清气，因甲外邦人同款啊。其实撒玛利亚就是迄个北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以色列王国的首都啦。所以咱一般讲即个王国的人，咱家称作撒玛利亚人。即款的人伫主前721年的时，伊来亡国的时，这人就受掠，刷到伫亚述帝国的土地区去，伊无小啥物民族的所在徛起，然后亚述帝国则阁刷无小啥物民族的人入来，以色列王国，所以因这个人。泛称做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感觉讲，因这个人已经无清气，因为迄个外邦的民族带入来外邦的心灵，咱若去读即个列王记，咱就会读到带因的心灵入来，带因迄个无清气的祭物嘛，献祭伫祭坛顶，所以犹太人感觉因已经无清气，甲外邦人同款，所以犹太人我甲因有交叉。毋过，咱看菲利到对撒玛利亚的时，伊嘛同款传福音互伊。咱毋通袂记，上帝的福音是要互所有的人，不管伊是什款的人。咱常常分着犹太人嘛，分着样子。犹太人想讲，敢若因是上帝的选民，有影上帝特别恩待因。毋过，
当你若偏离上帝，上帝救助嘛是伫因的心中，并好着这样代志。咱对旧约的圣经其实，咱上界明显的就是今早起咱所读的，用那这个先知，上帝呼召伊到伫外邦，迄个尼尼微的所在，这就是亚述帝国后来灭亡，北以色列王国的，伊的首都。伊叫伊讲去对迄个人遐来宣告上帝的刑罚，讲恁若无悔改上帝就要刑罚。用哪咧？迄外邦人呢？迄欺负咱的对象呢？是咱就去讲迄款的警告的话，因拄好互上帝刑罚拄好啊，所以用哪要走到底？上帝爱伊去东北边的所在。要走去西南边的西班牙，讲走去到港口坐船就出去啊。毋过这个拢是上帝掌管的下面，咱读到第4再讲，你想要走，上帝就互伊起大风，咱知影讲咱的故事，咱就知吼。有影咱有阵时咱想讲，什么人咱要传福音互伊？什么人咱无爱？迄个人无可能。如果咱忽略上帝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即款的虽然是侵犯以色列人的首都，拢是上帝嘛呼召用哪要去迄个所在，伊来听，伊来讲警告，互因悔改。其实咱看旧约圣经，咱无了解上帝，以色列人无了解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咱看，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头一个城攻入来，头一个城是啥物？亚利哥。亚利哥城啥人去救？亚利哥城所有装备，包括动物，包括所有，拢总灭无，干一家人。拉哈甲伊的全家，拉哈是啥物？妓女。一个外邦的妓女，毋是干那即个家得救安尼尔呢？伊叫啥？叫撒门。撒门是啥？犹太支派。那用咱今仔日来讲是名门呢。撒门的囝是啥？波阿斯呢？波阿斯是啥？路德的先生啊。波阿斯是。咱若去读，路德记的是波阿斯是俄比德是亚西是啥？来一王呢？一个安尼外邦的妓女，因为伊投靠上帝，因为伊较信上帝，伊诚做名门，诚做迄个名门中的名门呢，诚做。代表先祖呢，咱好了上帝即款救恩的恩典，若要正常的人会讲，即外邦搁做妓女，袂无拄好尔，但毋是，规日来到撒玛利亚，即撒玛利亚人是无清气的人，犹太人无爱甲伊交往的人，毋过规日对因伫遐来传福音。你讲到分享这个路德的意思的时吼，一个兄弟就安尼甲我讲，牧师啊，我看路德敢若生了无水的款，应该是拜拜啊。我讲我就问，做大家，恁呢？恁感觉安怎？路德水啊歹？我相信咱大家拢会想讲路德生了水，人这个兄弟真有意思呢，我看是无水呢。我讲是安怎你看无水？伊讲你看，迄上界至亲的人有义务头一个就是至亲呢。迄个至亲的是路德这个家这个家因的家业已经卖去啊。你想介至亲，你头一个爱甲伊赎倒转来。伊讲我欢喜是即款的责任。
煞来甲伊讲，我即个责任抑搁附带一项，因为哪有米无囝啦，无囝是通好传承，所以你爱带路德，做某甲伊传伊的后事。即个人随时讲迄安尼我就无爱。对，阮即个兄弟讲，大概路德寺庙伤歹啦，所以无爱。当然，这是题外话啦吼。其实迄个人的意思是讲，安尼对我有损害，我无爱。生的囝别人个，土地别人个，我无爱尽即款的责任，所以变做破下书第二个咱我讲这个是啥物？路德是啥物款的人？不管伊是生水生歹，迄个搁基础。路德是咱会当得到即款的福气，因为甲哪有米个家安尼讲，你去到对，我就到你，对你到对，你伫遐要安怎伫遐？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后面搁一句，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个才是稳定的源头啦，因为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路德来投靠上帝，路德是安怎得到即款的福气？照讲路德是啥物种的人？摩押种的查某囡仔。咱去读圣经《申命记》13章遐，咱就会读到摩押甲亚门的后裔。10代了后，也袂当进入上帝会，袂当亲近上帝。10代也阁袂当诶，总是伊正对遮尔优秀、遮尔名门的后裔，遮尔名门的先祖，正对大卫王，正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咱获得上帝的恩典，非你会当体会上帝遮的。咱看。这毋若干那旧约，迄个犹太人甲外邦人遮尔隔绝的中间，就有遮个到耶稣基督，咱若去读马可福音书第5章，咱就会读到耶稣即摆对加利利即边岸坐船到伫东边岸，讲去到一个格拉森，格拉森的所在，因为迄个。照圣经学者讲，迄是外邦的所在。外邦的所在，一个外邦人，迄个新的一个人犯着鬼，那用咱现在讲是精神病的患者，住伫坟墓内底啊，一工喊大细声，无穿衫，摕着头发伫伤害，即款的人有啥物？有啥物需要去甲伊帮衬？耶稣调工坐船对即边开到迄边，干那为着拯救即个人。煞了后，才佫坐船佫倒转来。一个外邦的人啊，即款的身份的人，住伫坟墓的内面，甲咱也无关系，甲以色列人嘛无关系。耶稣从福音传互伊，为了就是安尼。打破即款的界限，打破即款的障碍。耶稣，咱的圣经你注意去读，讲耶稣是专工坐船过，处理好势，互伊正常了后，变成最健康了后，耶稣就随时搁坐船倒转来。咱若好好读即段圣经的时，耶稣留伊伫本地，对人伫遐来传福音。我相信足一人伊是安尼伫遐来信主。耶稣嘛调工，去到迄个咱讲迄个迦南的妇人，迦南人毋是住伫以色列人的地的迦南人呢，住伫外邦的地的迦南人呢。外邦的一个迦南妇人，伊的一个查某囡仔，破病得要死。来求耶稣，其实伊是安怎有机会来求耶稣？是耶稣调工去，推罗西顿的方面。咱若去读迄个圣经前后，咱就知耶稣调工去遐啦，是为着即个妇人，为着即个查某囡仔，
人咱要讲，敢有遐重要？哦，耶稣重要诶代志还佫足济，毋过耶稣就通过安尼。福音是要拍破即个所有诶障碍。信管诶人拢是上帝要拯救诶人，咱应该正对即款使命诶人。有当时咱有当时会拢安尼讲，团体咧无效啦，袂信主，你哪会知？哦，即款诶人，哦，亲像我拄则所讲诶遮，即个敢有机会？即个敢应该上帝要拯救诶？拢是上帝要拯救诶，哦，所以为了拍破即个，讲去到撒玛利亚诶时，伊对撒玛利亚传福音，非常诶成功，帮助足济人，哦，咱看，济人为着安尼伫遐信主，非常嘛是一个完全顺服诶人，伫遮成功，遮济人。伫遐来欢喜，伫遐来亲近，伫遐来接到即款诶福音诶人，讲安那，上帝天使讲，甲非咧讲啥物？你去到迄个加萨所在旷野诶迄条大路遐，旷野代表啥物？无人伫遐徛起。我伫遮遮尔济人，遮尔济人信主，遮尔济人得到福音，即马叫我去迄无人诶所在。为了安那，讲随时照所烦恼去，完完全全的顺服。咱诶服侍，咱有当时照咱诶心意。我就袂欢喜做迄啦，我要做我欢喜诶。哦，咱伫上帝诶福音是咱做咱欢喜诶，是上帝爱咱做啥物，咱就完全顺服去做。哦，为了是。完完全全的顺服，我讲咱用咱的理性来思考，无人会像为了安尼讲，我就是遮成功，谁人叫我去迄旷野大路边，嘛无讲我爱去遐创啥物，明明我伫遮尔好，拢是为了安尼照安尼去。咱看上帝咧呼召人就是安尼，哦，创世记12章咱读着，哦，上帝呼召。伯拉罕诶时，哦，伯拉罕讲啥物？上帝甲伊讲，你着离开你诶家、你诶本族、你诶本乡，去我所甲你指示诶所在。上帝嘛无甲伊讲你去对呢，干那讲我指示你去诶所在。哪行上帝哪引带呢？哦，咱到伫希伯来书，咱就会读着。讲当伊出去诶时，伊嘛毋知伊要去佗，是上帝随时甲伊讲你去佗，哦，即个就是完全诶顺服，即款完全诶顺服，上帝赐福，上帝赐福。所以为了即款完全诶顺服，拯救一个哦，讲爱招逼太监掌管财政，用咱今仔日来讲，就是财政部长。哦，即款诶工作有影响无？应该嘛有。哦，咱知影，哦，以色列早前吼，中东最后诶一摆战争吼，以拉战争最后一摆是1967年吼，后来就无正式诶大诶战争啦吼，不过定定有细个啊吼，因。战争了后，过毋知几年，伊就对即个伊所比亚诶内陆诶内面有刷过人千人哦，后来佫一批是先刷人哦，迄个派足侪迄个飞机吼，因为迄个飞机诶时吼，我当时看到迄个新闻诶时，因为飞机是。飞咧海面诶，哦，迄个雷达侦测袂到诶，哦，到迄个陆地才起来，进入去迄个所在。听讲迄当阵，即个甲2万人左右吼，拢乌面诶，
皮肤的。我迄当阵就足好奇，啊，谁人乌皮肤的伊共拢甲运到倒去以色列国，讲这个人是阮的人啦，因为因所有的完全甲以色列人的传统完全共款，生活礼拜各方面拢共款，所以因认为这个人嘛是属于因的。啊，搁伫迄个所在，因为迄个种族的中间的冲突，这个人受足大的迫害。咱迄个所在就是属于阿拉伯，属于迄个穆斯林啦吼，回教的国家吼，回教的民族较侪。啊，毋过这就完全照犹太人的方式去生活，所以因分搬一部分。后来佫有搬到较太平啊，较无咧战争的危险啊，换刷一阵讲，这个人吼，因为囡仔。上界大个愿望，所以做一摆刷足一超过5000个囡仔，往要伫以色列人个中间伫遐来教育。这个囡仔即摆已经30-40岁过啦，哦，也是差不多1-2年前佫刷，讲囡仔共刷过来吼，因个亲人拢留伫遐，安尼嘛无啥叫，所以因个亲人若还佫伫个吼。准因移民入来以色列，当时有准3000人啦吼，正经去运的是讲有2个人已经过往啊，哦，所以减2个安尼吼，这种乌面的啦，哦，毋过因的生活、因的宗教行为，整个拢甲以色列人同款，哦，甚至因的菲律的缘故，是讲迄个当时。来拜访所罗门的女王，是毋是迄是遐我毋知。不过大部分圣经学者咧讲，迄个女王毋是迄个所在的女王，是毋是？因为安尼即2项因素加做阵，互即个所在遐尼侪人支持即款信仰，但菲律的顺服产生即款好的效果，是毋是咱换欢喜？亲像安尼，甲上帝福音有关系，我拢欢喜伫遐来熟悉，拢欢喜伫遐来顺服，绝对的顺服。然后佫一项，规律嘛是一个会当对人解说圣经的人。咱基督徒咱有继续咧追求认识上帝的话无？当咱有机会，甲迄个无认识上帝的人。人在读圣经的时，你捌无？伊讲我无了解，来我甲你解释，我甲你讲，即个人即个福音，咱是毋是会当正对即款的人，教会内面好好伫遐来学习造就，通正对将福音传互人的人，嘛即个正对咱的帮衬，嘛即个咱互相鼓励，互咱拢正对福音的使者。是个咱无倒做迄个真正式的宣教师，为了这个工作嘛，毋是受封，也是讲受呼召对宣教师的，都是伊正对真正传福音的人。咱来去继续去读，到《使徒行传》21章，保罗最后一摆倒转来，然后就要去即个罗马。后来互人关的时阵，伊来到对，来到咱最后咱第8章的上尾后讲，腓利点伫对该撒利亚。保罗最后倒转来伫《使徒行传》21章遐，讲要倒转来伫遐的时，圣经内面描写啥物？讲传福音的腓利，传福音的腓利。佫有4个查某囝，拢总是对先知讲有言的人，一个对平信徒，一个欢喜遵趁上帝的话，一个欢喜逐项伫来好好造就的人，正对一个传福音的人。即个就是我今日甲咱3个分享，我甲伊称做腓利是
为宣教师啦，这我家己甲方的嘛，毋是正式的。不过咱信徒咱嘛爱学习即款的精神，将上帝的福音伫遐来传开看，不管迄个对象是啥物，嘛咱做就咱本身正对上帝的功夫。今仔日我特别感谢咱教会，互我有机会为着即个环保基金会的事工伫咱的中间，也来传播即款的信息。环保基金会原来较早期啦较早是有做迄个新安宫的电视台，咱来即个要做一个电视台，伫遐来报即个电视要上架，就爱互地方的系统业者。当时甲咱讲系统业者讲我若有20万户，我不管几户啦，你一户要互我伫你即个地区伫遐来报出，一户一个月爱3箍，伊若是20万户，咱就爱60万，咱即摆当然即摆是搁较大个迄个地方的系统，大概每一个系统拢有诶，甚至超过几百万户诶所以当时咱干那个新安宫诶电视台要播出，一个月就爱过200万，一个月你当然一个月差不多就要到600万，所以咱实在是经济上负担袂起所以到尾咱讲哇，爱下架不下架咱无法度，有人要甲咱安尼讲，人个不 TV 好消息就拢袂使。其实政府的政策的内面就是讲你宗教我有一台各宗教拢有一个咱看实际的大爱代表佛教，咱基督教甲即个天主教就合做好消息即个电台，这是不管你地方的系统，拢袂使甲收钱的。佫一定爱报所以这几台属于公共利益的台拢伫咱头前几台10几个所在包括原住民台、客家台，这拢是公共利益的。你伫倒位你拢一定爱报的，你的系统的内面拢袂使收费，佫一定爱报剩下伊就讲，剩下我就。拢已经有公共的部分拢有所以袂使佫有。所以咱当时咱成立的是咱面对即款的困境，所以咱即摆做啥物网络网络就免钱我若播出去有人看就好所以咱即摆做遮咱做较俗的多媒体无像啥物层面嘛咱三甲关心。伫咱若有为着即个欢喜，为着即个关心方面的，咱手中有迄个奉献袋请咱遮为着即个来奉献。咱三个祈祷，即个福音透过无相像的功夫，来当伫遐来讲话。感谢，互我有即款的机会，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听内面，阮有机会受好着，正对你所听的囝儿，这是你拯救的福分。阮要感谢阮的父老，求你施恩赐互阮，也互阮正对若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的人，也欢喜将即款恩典分互世界各角落，互不相相同。求你施恩赐福，伫阮的顶面。我能祈祷，靠着耶稣的名。阿门。即条咱来吟诵会的诗歌，圣诗第534首，有一项诗实在好听。圣诗第534首，有一项诗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人人啊，成就拢要
惊真正是通无路，是父了父迎新，是父了父迎新。我知是真，是父了父迎新。咱起你金段手，了是咱们来应答上帝话，咱们来后面加南美十七到周号不是的时间。小姐，这点咱来先来看，咱这礼拜进步，咱台语谈两遍，华语读一遍。伫咱首部第二面同下面的本礼拜进步部分咱台语来读一遍。对，来，独圣神报应时。因为得到财源，各地了三年免调查，各300年啦，直到地铁要做我的工程，许多县官也已经会在来，到圣神报应时，因为得到财源，各地了三年免调查，
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干净。所以愿经会在华语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38节。即条我来报告咱本会消息吼。咱看周报第3面吼，第2行吼，咱今早起真感谢陈牧师吼，即个代表咱总会媒体宣教事工来咱教会来请咱报告吼。陈牧师伊拄则已经跟咱讲过吼，伊伫无山教会吼牧会40几年吼，即摆已经退休，不过伊退休嘛是退而不休吼，伊做足侪事工吼，较早嘛做真侪咱总会属下的一个基金会，中央基金会吼，董事长等等吼，佫做真侪工吼，拄则伊有提起讲30分钟就甲我熟悉吼，其实伊一直是伫咱台北教会做议长吼，因为我伫北投教会吼，北投教会有寡代志吼，不止大条所以就爱议长亲身出来处理吼，所以迄阵有同感去吼，所以咱牧师吼，伊对咱整个教会吼是非常的拍拼来做工吼，所以咱今早起真欢迎陈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咱用热烈的。第3项，即个咱感谢同工同团队吼，咱两位同学吼，即个拄则已经有甲咱做分享的见证，嘉龙甲升级吼，其实因已经伫遮吼，已经1礼拜外吼，每工伫遮上课，然后去咱即个咱附近遮所在去操练吼，所以遮青年吼。我称这是福音的勇士吼，实在是真无简单吼。即摆少年人吼，会当安尼吼，实在是足无简单吼。咱大家咱会学习啦吼，所以即个伫下晡吼1点吼，有咱即个因的辅导吼，个市团队、市总教团队，要甲咱教讲安怎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其实原来是有即款方法啦吼。咱伫后壁咱市团队伫遐吼，咱看者吼，下晡1点吼，要分享要教咱安怎传福音吼。所以问咱兄弟吼，咱中职一定来参加吼，牧师特别交代吼。咱兄弟欢迎来参加吼，因为咱遮尔好的福音吼，咱得着，其实咱袂使家己去着啊。咱拄则牧师讲，有关甲福音关系，咱就要去做，就要去做。但是有时候咱就感觉要安怎做，其实咱听因咱讲袂了所以希望讲咱下晡1点会当坐兄弟会当参加请咱提示。我袂晓讲话其实上得做出咱的，请美院同给。内部啊，我紧啦，佫小等你佫拄好一个咩？我紧啦，无咱再佫遐增加吼，咱希望兄弟会当参加吼。佫煞者吼，第4项吼，咱财务部吼对这个代志真重视，因为咱各团体吼，咱希望咱的财务吼，即个统一啦吼，各团体会当统一吼，所以。咱即个12点半吼，咱财务咱习惯顶落要举行各团体生活比较自律学即财务人员的即个选票，要安怎绩效然后针对咱的效果要安怎，咱是规定咱每年拢规定吼，所以要安怎处理非常重要所以请各团体会长特别注意并且请咱相关的同工来出席来参加第5项咱牧师吼，
伫个英文开始到2月初2，吼，咱要前往这新竹圣经学院参加这蒙 treat 迄个基友的牧者退休会吼，所以咱兄姐有咱牧者来参加这个会来带导吼。第6项是咧，咱即个拜3的查经祈祷会吼，咱查经是即个部分是牧师来主理，祈祷会的部分是请美红长老来主理吼，所以做祈祷最有气力啦吼，所以咱兄姐吼会当多多来参加咱即个拜3的祈祷会。第7即个我也是非常重要吼，咱2月21要举行咱21年完的后会哦，会完的后会，这是过日过啦吼。咱即中间吼，除了听书报告以外，报今年都也要选出新的中职啦吼，所以真重要吼。所以因为咱要制作即个后会手册所以请咱的即个会长部长以及局长，生活主任后会等等将咱即个有关的即个资料来交牧师然后会诊以证咱来做即个后会手册手册，照咱的标定的标定的时间是今日啦所以望讲咱会当配合那么第8项即个咱下礼拜要举行圣礼典请咱即个比关心甲主来当祭导若阵有要接受圣灵洗礼、更新的甲小礼洗礼请紧来咱的牧师来报名因为这着爱有一寡舞蹈班的即个课程所以若有要来接受这个洗礼的请紧来报名最后一项就是咱一直想要甲社区建联做一寡事工所以咱2月22开始每礼拜拜1到拜5中昼，咱要进行即个福建里的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的共餐的时间这咱教会目前已经有3位兄姐即个来报名参加但是即个事工是即个无嫌多人啦所以咱若有上方便啦咱若方便咱欢迎咱来参加所以若袂当参加，那么请兄弟姊妹有即个事关心带导并且方便最后即个补充2项有印伫顶面的即个咱后礼拜是即个2月初7啦旧历是26已经真晚过年所以咱过年前拢会做一个代志，就是讲厝内摒扫所以咱教会是咱是大家庭咱嘛是要摒扫所以咱即个有打算咧摒扫，并且要将咱遮圣诞的布置准备咧即个咧跳舞啦所以咱兄弟准备咱的时间来参加搁补充第2项就是咱即个后壁招财都已经有准备咱的即个今年度的春联因为咱过去春联即个咱定的时阵圣经公布社遐送毋着，所以送足侪互咱的所以咱甲留起来所以即个春联的即个内容甲2年前拢共款但是用新的啦所以咱也会当有要摕等去打咱欢迎伊后壁走太道面顶多摕去打因为这会当互咱即个厝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咱小等下散会时阵，咱来摕去打线接代祷的事项有关集体代祷、教会事工、国家社会甲普世即个代祷请咱家己看有关后礼拜即个咱的讲道第2个圣经诗拢记载伫遮请咱即个事奉的人员会当
照安尼来准备吼。那么第五面咱的即个方面的即个报告吼，咱方面报告伫遮顶个伫遮吼，啊，请咱来看吼，啊，有出入者，咱的会计来更正吼，提早更正吼，因为咱这小巴一定要足清楚吼，那万更正会计到时去查咧，佫较麻烦，哦，所以咱若有啥物出入者，免客气，哦，紧来讲，哦，紧来讲，哦，通我做一个更正。啊，佫线接第五面的，甲即个咱顶礼拜即个上周的出席方面，拢定伫遮，啊，请咱家己来看，哦。好，线接咱来，今日比较第一遍来讲教会聚会咯。哦，人无讲，哦，咱来念上名，上名姓氏300。学员要分享。好，有几位？一起分享。哦，好。好，下面时间，我请学员同学来做分享。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这次的短宣队队长，我叫贤吉。好，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从1月24号到今天，然后我们在这个礼拜做的一些事情，有传福音，然后主日学的配搭，跟主日的敬拜、见证分享，还有很感谢会友们对我们的招待。那下一页。好，那就传福音的部分，是我们从教会为起点，就是那个框框式的教会，然后只要我们脚能走到的地方，我们都有去传福音，所以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点我们都有去过这样。那就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会下去竹围捷运站，所以我们只要遇到有人愿意听我们分享，我们就会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们也会进去公园，然后去跟小朋友，有一天下午就去演戏给他们看，然后跟他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然后告诉他们耶稣是谁这样。然后也会进去每一个便利商店，就是有位置的地方，然后就会询问他们说愿不愿意听我们分享福音，然后如果愿意，我们就会用小本子跟他们讲。还有篮球传福音是昨天下午我们发现，在竹围自强分校那里下午都会有很多人打球。我们就集体过去，然后用打球建立关系的方式，然后认识他们，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对，我们相信说，成功的传福音见证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就是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数据，看看大家的左边是去年暑假我们来的时候的数据，然后右边的是新的数据这样。然后我们这次就接触了258个人，然后对话了145个人，讲了61本4律，然后决志了21位，然后遇到了12位基督徒，然后讲了2本圣灵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鼓掌，将荣耀交托给神。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主日学的配搭，然后我们是23号就来了，然后24号跟今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都有带小朋友进行活动这样。然后这是上礼拜的照片，就是我们会带他们唱诗歌啊，一起玩玩具，然后我们也会演戏剧给他们看。然后上礼拜我们还有做劳作，就是他们都很认真。然后我们上礼拜是讲五饼二鱼的故事，然后我们就问小朋友说有什么是你愿意分享的东西，然后就可以画在篮子里面这样。然后我们今天也有讲别的故事，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上礼拜的大合照，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来玩这样。然后上礼拜是4个小朋友，然后这礼拜是6个，对，蛮感谢神，就是我们也有看到，就是去年我们有就是照顾多的小朋友，然后今年也都在，然后他们也还记得我们，然后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就觉得很感谢神。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主日敬拜跟见证分享，然后主日敬拜的话是今天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有带敬拜。然后跟上礼拜的照片，就是有2个见证分享，跟这礼拜一样有2个，然后是不同的人这样，然后就分享就是他们的生命见证或者是成长见证，然后希望可以激励会友们这样。好，最后第4个部分，
好，今年我们觉得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每一餐都有会友们很厉害的煮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可以吃饱饱，然后出去传福音，就很感谢会友们很亲切，每天菜色都不一样，然后每天我们都很期待到底吃什么，就是我们每天记录了大合照，然后真的很感谢精心设计的菜单，真的很好吃，这样，谢谢你们。然后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咱看到这青年哦，咱看到这青年哦，咱感觉哦，咱真有愿望哦，因真拍拼咧传福音哦。那么因是少年教会比较大比较成果太专心了吼，所以咱当时咱中级规划是讲伊遮拍拼吼，咱会当为做什么？所以有丁肉组一个伙食堂来为伊准备中道的安排所以这中间感谢咱组长老娘、有丁长老、少年姐、少幼姐以及咱的这个美燕等等，我唱名唱无对歹势上帝拢会记念恁不过这是做真美好的工美好的工因食饱饱，勇敢出去拍拼做工好，安尼咱即时来念上言上言圣诗392首，圣诗392首，吟诗选请老师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上帝之爱，以及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个平地，你即时到日永世代无尽。阿门。领导拿情安聚会。